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现在坐在钢琴前面？我现在坐在钢琴前面不是要弹钢琴给大家听啊，因为我钢琴也没有说真的弹得很好。那我今天坐在钢琴前面要干什么呢？我是想说啦，我今天要来开始一个新的单元，叫做 Lisa 的音乐教室。那这个音乐教室要干什么呢？简单的来说呢，就是教大家一些音乐知识啊，还有 Lisa 的一些音乐练习跟一些音乐分享。好，那我们的第一集呢，我想说我要来教大家一下视唱。在音乐中呢，我们有大调跟小调。那在小调里面呢，它又分为自然小调、和声小调，还有一个叫 melodic 小调。melodic 小调的中文怎么说，我不太知道啦。那我们今天的目标呢，不是小调，我们先把小调放在一边，先不讲。我们今天主要的目标呢是大调。那我今天呢要来教大家一个试唱的时候呢，可以轻松的把音唱准的方法。那我首先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试唱。试唱呢，它其实就是当你拿到一份乐谱的时候呢，你不用任何的乐器，一边弹一边把它唱出来，你就是直接用你的声音把它唱出来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，当你拿到一份乐谱之后呢，你没有办法准确的把它的升降号唱出来。假如你现在拿到一份 G 大调的乐谱，那 G 大调里面呢，它也有升发。那你现在不用任何的乐器，像是钢琴，你去按它的那个升发，你可以准确的把那个升发唱出来吗？好啦，除非你有绝对音感，要不然你就是有经过大量的试唱训练，要不然像我这种没有绝对音感的普通凡人呢，是很难准确的把它唱出来的，因为我又不是学声乐的。像我之前要考试的时候啊，我就在家练习嘛，我就随便拿了一份谱过来唱，然后呢，每次到那个有升降号的地方啊，那个音都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，再也都回不来了。我妈妈听到都快发疯了。所以为了大家身边的人的安全着想，我今天呢要来教大家一个方法，可以轻松的把音唱准。这个方法呢，就是只要你会唱 C 大调，也就是哆来咪发嗦拉提哆，只要你可以把这7个音唱准的话，基本上所有的大调就都难不倒你了。相信很多人在台湾或者是大陆学的，或者是了解到的试唱方法呢，基本上都是固定试唱法，也就是你看到的这个音它是哆，你就唱哆；你看到的这个音它是 re， 你就唱 re。因为我也是这样学的。但是我今天要教大家的呢，并不是这种固定试唱法。这种固定试唱法呢，就是让我音唱不准的元凶。我今天想要教大家的呢，是移调试唱法。那什么是移调试唱法呢？移调试唱法呢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音，我们认为的哆，它已经不再是哆了。我们看到的这个音 re， 它也不再是 re 了。现在我们在谱上面看到的那些音呢，我们要通过它的调性来判断它们都是什么音。例如呢，我们现在拿到了一份 G 大调的乐谱，那在这份乐谱上面呢，这个我们认为的嗦呢，它就变成哆了。那我们现在试试看，在钢琴上面弹 G 大调，然后呢，我们把它那个 G 唱成哆，看看是不是跟 C 大调一样。我们先来听一下 C 大调，哆来咪发嗦拉提哆。现在是 G 大调，哆来咪发嗦拉提哆。我们可以再来试一下 re 大调，也就是 D 大调。是不是都一样啊？我觉得这个方法它真的很方便。学会这个方法之后呢，不管你拿到的谱呢，它是写的高音谱记号、低音谱记号，还是任何的谱记号，你都可以轻松的把它唱出来。我们可以不用再管它前面画的那些升降号，也可以轻松的把曲子唱准。现在我们学会了这个方法，我们就在家里随便拿任何一份大调的乐谱出来试试看。好，那我现在手上有一份谱，就让我们来唱唱看吧。这个其实是我的作业啦。好，那我这个是 D 大调，然后它的谱号呢是这个 tenor 的谱号，也就是男高音唱的时候他们看的谱。好，那因为它是 D 大调嘛，所以呢一开始呢我会先按这个音，这个 re 来当我们的哆。那最后呢它要结束的时候呢，我也会按这个音，这个 re 来看看我们唱的到底准不准。嗦哆来咪发嗦拉嗦发咪瑞哆瑞咪嗦
有没有？大家也来试试看吧。其实呢，这个方法呢是我到美国来之后才学会的。以前呢，这个音它就是哆，对我来说它没有其他的可能呢，它就是哆。到美国来之后呢，我才知道原来呢这个音呢，它在不同的调里面呢，它是不同的音。虽然这个方法呢，我一开始很不习惯，但是这个方法呢，它是真的可以让我把音唱准，让我的试唱课呢不会被当掉。现在呢，欧美国家呢都是用这种试唱方法。所以呢，我建议想要到欧美国家学音乐的朋友们呢，可以练习习惯一下这种试唱方法哦。好，那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这个影片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可以帮我按一个赞，然后帮我分享出去。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们呢，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一下哦。另外呢 ，Lisa 也有 Facebook 粉丝团跟 Instagram， 我会在里面呢更新一些频道信息啊，还有 Lisa 的一些日常生活。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可以 follow 一下。另外呢，这两边呢是 Lisa 其他的影片，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点进去看看哦。好了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吧，拜拜。